台北荣总的新德分院最近特别引进生物检验诊断技术，才做头一批加入国家检验队的地方病院。因大声爱做的就是配合疫情需求，打造 AI 智慧化的检验环境，减少人员的接触机会。过去病人来到病院等抽血，差不多要开10分钟以上。即马透过这套 AI 系统，病人对报到到抽血完成，平均只要5分外钟。 大大减少等待时间，而且可以使减少人甲人的接触，降低疫情传染的风险。从报到到抽血结束，只要3-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，不用特别跑大老远到市中心去大医院去看病，对。然后抽血上面的速度也有改变，对，不用像等候以前时间等那么久。目前呢，我们引进的这套系统呢，我们的满意度呢也上升了9.4个百分比。 病院表示 ，AI 人工智慧已经是全世界的趋势。利用 AI 结合医疗技术，唔但减少人为的错误，更使提升医疗资源的使用及品质。全自动化的这种服务呢，可以减少直接的接触啊，所以让我们整个在疫情的期间，这套的设备呢，可以让我们也减低感染的机会。目前在当地的人口约10万人，不过过去设备明显无够充足。 病院表示，希望透过科技，会使解决医疗资源长期欠缺的问题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